用倒步来洗哦清气就水啊。咱嘛是同款啊，咱的心6万年来污染遮尔啊深，咱要用啥物来起咱的厝？用啥物来互咱的心清气？用倒步嘛，定定去洗，定定去洗，甲咱的心洗哦清气当当，用智慧的水，用经典的倒步来甲咱洗咱的心，用智慧的水不断来甲咱洗咱的心，互咱的心清气，安尼尔。所以今仔日你来求道，你来拜拜，你来求三宝，师父无互你宝贝啊，嘛无互你珍珠，嘛无互你夜珍珠，嘛无互你一双脚加一双手啊，拢无，只是甲你的心来洗哦清气。吼，洗哦清气就是咱的心，就是咱的本来面目。吼，所以咱的心就像是一间庙，咱毋免用啥物装潢物件装潢遮水，只要把咱的心洗哦清气，这个上重要。接下来，咱来探讨转迷信哦。千金难点，要甲咱教嘛是这个尔。爱咱会当转迷信哦，爱咱来真正来甲咱的梦想心，甲咱的匠心的心来放掉，是咱辅助心来做工课。千金万点拢是空间尔。那么有我头拄倒过讲，要互咱的心清气，莫讲家己装啥物水当当的物件，爱家己保持清气。第一，不要污染。哪会污染？吼，就是头拄讲的减听话，减看怪，有照讲的，爱放下，爱莫挂碍。吼，昨个代志早就互过去啊，昨迄个挂伊无甜的，今仔日困起来，哦，佫是着有真实的一天，佫定开始哦，从头开始就对哦，毋通佫去挂昨迄个你哦。那么，咱修佛读，迄个学佛来修伊，目的嘛是为着安尼尔。那么，有去甲咱讲，咱会忏悔，吼，甲咱教咱无咱莫污染，有讲忏悔。吼，圣经甲咱讲爱谦虚，圣经甲咱讲爱信道。甲咱教功夫哦，讲第一，咱爱忏悔，逐工咱爱想咱今仔日天内底咱做的工课有合良心，有合义理，有合咱的本性哦，吼，咱爱忏悔，时时忏悔，时时甲咱的心清哦清气。第二，咱爱谦卑，咱爱对世间一切人要有尊敬的心。佛规第一条是啥？尊敬先佛，尊敬先佛毋是尊敬顶悬这一尊先佛尔。咱家己嘛是一个先佛啊，咱这个佛祖爱尊敬，爱家己摕出来做主人。吼，那么先佛毋是讲两个佛堂这那是先佛咯，咱剩的两个老菩萨，一个观世音菩萨，搁一个如来佛祖。阮哪有？阮哪有？阮哪有无啊？阮哪有观世音菩萨甲如来佛祖？咱的是大人，就是咱观世音菩萨甲如来佛祖。对世人